继续逛维多利亚市场。啥都有卖的。我准备买个梳子、梳头，这是皮带，40、50。这皮带的 QQ 吧，25。皮带。铅文具。帽子，这是啥？卖画画的那种什么的，画自画像啊，什么哦，就是卖。也有哦，就现场作画的那种也有。这是女孩子用的。漫画书啥都有，手表，这个钥匙扣的都有，漫威的。袜子，是耳环吗？戒指。牛肉干吗？画的。手机充电器、插头转换器、数据线是吧？音箱、手机壳。哎呀，你早不讲。衣服、帽子啥都有卖的，市场啥都有卖的。这个咖啡、酒的这也有，茶也有，皮带卖最多的。每个街每一条巷子逛一下。
15块。袜子3个15，2个19。那石头的看一下。这是发光的。2个10块，这个这家卖的包包比较贵，一个16，3到9，13、14。30。皮带。打火机吧。打火机、纸吧、香水、香薰、包包，哇，鞋子。Una grande. Are you from Kassel? Okay. That's what we do. Danny, all my friends. Okay. Or 不玩具。
土耳其的是吧？斜点的。香薰的嘛，这是。啥香薰？基本都是卖正常日常用品。啥都有卖的，钱包、包包。全是手表，10块钱一个，啥子？甘蔗的，多少钱一个？多少钱呀？多少钱啊？让我看一下。4块吗？
How much? 8. This one? Yes. 快，试一下吧。这咖啡好。没得整，这地方甘蔗的那个水8块8。买杯那个8块，这个现榨的加冰，8块钱一杯。那继续逛一下吧。原生直接甘蔗汁。Go。今天热呀，37度啊！我那儿这边27度。这边这个维多利亚市场里面转一下，就是从头到脚啥都卖。还有啥子？可能这小玩具啊、文具啊、这衣服鞋帽啥子、手表啊，啥都能弄。主要是衣服那些，服装、鞋帽。肯定在这边，我喝咖啡在星巴克的7块5，麦当劳5块4到6块2。外面一般超市这种连锁超市，7.11那种一般是3块到3块5。一般3块是超大杯，不3块5那个是更浓一点的。一般小杯是2块，3块大超大杯。